之前分享過沙面島北京路同永慶坊嘅行程，今次我就去探索廣州嘅嶺南文化，入住天河區5星級酒店，坐住船睇粵劇，夜遊珠江，仲有食足3個鐘嘅高質日本放題。而家即刻帶大家去！依家去廣州當然就搭高鐵最方便快捷，由西九出發，1個鐘頭45分鐘就會到廣州東站。今次我要去嘅地方係廣州嘅一東一西，所以酒店就揀咗中心點廣州東站旁邊，位於天河區嘅廣州環貿中心雅思閣服務公寓。由廣州東站搭3號線，1個站就到臨河西站 D 出口，行4分鐘就到。如果搭網約車就要6分鐘，又或者可以由東站 F 出口直接行過去，大約16分鐘就到。酒店係屬於廣州環貿中心嘅一部分，佢有金融中心、環貿天地商場，同埋佢喺天河體育館對面。酒店地面共享大堂，同時都係外賣平台嘅取貨區，有職員負責管理。呢棟大樓有2間酒店，8至14樓係越秀星庭公寓，15至27樓就係今次住嘅環貿中心雅思閣服務公寓。check in 大堂喺6樓，旁邊有免費自助咖啡機提供。因為係商務式公寓酒店，裝修設計較為沉穩簡約。今次我就訂咗最基本嘅豪華單房型，淨房價800蚊一晚，面積好大好寬敞，大約有400平方尺。房間設計偏向行政格調，房內仲附設洗衣機、浴缸同埋浴鹽。景觀可以望到天河體育館，夜景仲好鬼靚添啊！如果喺天河睇完演唱會要留一晚，我諗住呢間酒店都幾方便。設施方面只有健身房，面積唔算好大，不過器材都算齊備。第一站我就去咗呢排好多人談論嘅地方——花廳房。佢話佢係歷史最悠久嘅古村之一，仲有另一個名叫做火村。花廳房佢喺黃埔區，由酒店搭網約車大概45分鐘就到。網上話呢度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，大概900年前。呢度保留咗嶺南古建築群同埋街巷嘅風貌，同時俾好多高樓大廈包圍住。佢哋話呢個係新舊交替嘅地方。聽聞花廳房係由呢度嘅老村民出資保留同埋發展。呢度仲有一棵920歲嘅孖生樹，因為俾地盤包圍住，我就睇唔到啦。我參觀完花廳房之後，我覺得呢度又唔算係一個一定要嚟嘅地方，更何況要嘥成個鐘頭時間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就要諗清楚啦。相信好多朋友都試過坐船夜遊珠江，不過我就第一次。路線、船種、價格都有好多種可以俾大家揀。我今次就揀咗紅船，因為覺得有得睇埋粵劇歌舞表演，好似抵啲。喺美團買票，成人188蚊，海心沙碼頭上船，地鐵海心沙 APM 站 A 出口，步行5分鐘就到。大家最好提早少少準備上船，因為要排隊。全程大概1個鐘頭，40分鐘嘅粵劇表演，再加20分鐘嘅夜遊珠江。同埋係不設劃位嘅，
船上邊嘅座位分上層同下層兩層，大家都可以坐。我自己就揀咗下一層。劇情內容簡單易明，音樂劇再加粵劇形式表演，舞台設計、燈光效果都好新穎，融入咗好多唔同嘅元素。最特別嘅地方係走動式嘅演出，可以喺1樓、2樓隨意換角度，係連我哋做觀眾嘅都要換位坐㗎。哎呀，我看，哎，快來看，快來看，這都是你好真要好好。仲有互動環節，可以由觀眾票選佢哋嘅結局，好有新意㗎。表演結束之後，表演者仲好歡迎我哋同佢哋一齊影相添。影完相，我哋就可以去船頭或者船尾嘅甲板上邊欣賞珠江嘅景色啦。夜晚黑嘅小蠻腰真係好靚，未試過嘅朋友坐紅船睇粵劇同夜遊珠江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新嘗試，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試下。依家好多地方都將舊嘅建築改變成為新興嘅文化創意基地，佛山呢一個地方都唔例外。位於佛山南海區嘅夏滘良園喜文化創意基地都係其中之一。聽落去喺佛山好似好遠，其實係黐住廣州。由酒店出發搭網約車，大概45分鐘就到。夏滘良園係由百年老糧倉改建而成，融合咗嶺南水鄉嘅自然環境同埋潮流文化藝術。仲有，佢係一個寵物共融嘅地方，你會見到好多貓貓狗狗行嚟行去㗎。聽講呢度之前仲係一個婚姻登記嘅地方，好多新人都會喺度拍婚紗照。呢度比起花廳房有特色得多，好多地方佢都會利用返周邊嘅自然環境嚟到融合建築，唔怪得佢呢度嘅人流比花廳房多咁多啦。嚟呢一度除咗網約車都可以搭地鐵，不過時間就耐啲。如果大家去廣州去得好多次，諗唔到其他地方去，都可以預留時間嚟呢一度行下。水獺日式料理算係高中檔嘅日式餐廳，喺廣州、珠海都有分店，廣州都有幾間㗎。好多人話水獺平日嘅中午放題出晒名，性價比極高。我今次就揀咗喺酒店附近嘅天河店，佢係喺維加斯廣場裏面，搭地鐵18號線洗川站 G 出口，用抖音、美團同埋現場買現金券都有優惠。視乎自己方便，同埋記得問啲職員有咩嘢介紹。我就用美團買咗478蚊水獺極味午餐，由11點半食到2點半，食足3個鐘。餐廳面積都好大，有大廳、半開放式嘅卡位，另外加30蚊，仲可以坐獨立房，適合唔同人數嘅顧客需要。佢哋地方闊落，座位都好舒適。最重要係上菜嘅速度非常合理，除咗主菜係6選1之外，只限叫1次，其他喺菜單裏邊嘅所有食品都可以無限添加。刺身方面，三文魚、帶子、甜蝦、希靈魚、牡丹蝦、金槍魚全部都有，仲係好新鮮㗎。重點當然係海膽、鵝肝同埋鮑魚啦。飲品仲有清酒可以揀。
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食物，不論佢嘅質素、份量、味道，甚至連擺碟，佢哋都花個心思，好有水準。職員連蝦都幫我哋搣埋㗎，你話佢哋嘅服務係咪好貼心？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職員建議我哋最好提前訂座，仲可以預早安排較好嘅位置。我哋真係無間斷咁食足3個鐘，好滿足。大家要注意，呢個任點任食午餐只有星期1至星期5先至有，公眾假期都冇㗎。同場加映，再送埋小馬大馬智能馬桶俾大家睇下。小馬，你好，请讲。沖水。好的，马桶冲水。呢2日1夜嘅行程好豐富，不過花廳房俾我嘅感覺有少少失望，要坐成個鐘先至去到睇呢一個特色，我又覺得冇必要。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。夜遊珠江同埋水瀨放題，我就值得推介。如果大家仲諗緊去廣州邊度玩邊度食，不妨參考一下。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啊！